背叛、盗卖与捉拿。说话之间，忽然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，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，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。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，说：“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。你们把他拿住，牢牢铐铐的带去。”犹大来了，随即到耶稣跟前说：“拉比！”便与他亲嘴。他们就下手拿住他。被交给比拉多。到了早晨，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，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，就把他捆绑解去，交给巡抚比拉多。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，求释放巴拉巴，除灭耶稣。巡抚对众人说：“这2个人，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？”他们说：“巴拉巴。”比拉多说：“这样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，我怎么办他呢？”他们都说：“把他钉十字架。”巡抚说：“为什么呢？他做了什么恶事呢？”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：“把他钉十字架！”戏弄耶稣。于是，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，把耶稣鞭打了，交给人钉十字架。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，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。他们给他脱了衣服，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，用荆棘编作冠冕，戴在他头上，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，说：“恭喜犹太人的王啊！”又涂唾沫在他脸上，拿苇子打他的头。戏弄完了，就给他脱了袍子，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，带他出去，要钉十字架。
愿顺服，因你是永远的救赎。你是我的主，为我的在十架上，我的罪孽过犯，你却为我担当。你是我的主，为我的在十架上，我甘愿顺服，因你是永远的救主。耶稣受难，从五正到深处，遍地都黑暗了。深处的时候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：“以来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耶稣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，断气，就说：“这人真是神的儿子。”各位弟兄姐妹，十架耶稣对每一个现代人是什么意义呢？有一本书是由一个基督教作家卢卡杜他所写的，他把耶稣在十架上的6个小时，把它称呼是惊天动地6小时。大概所有耶稣的宣教，以及他后来走上各个他的路程，在这6个小时当中，把所有他救赎的计划都完整的呈现了。他说，上帝本身竟然是被钉在十架上，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被处死，没有人来救他，是因为他把自己献上。他肉体受鞭打、钉伤，苦不堪言。在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的一位教授于俊豪教授，他在告诉我们说，被钉十字架的肉体的苦是什么样的苦？他说，耶稣被鞭打的鞭子末端，可能是钉子，或是石头，或骨头，所以那个鞭尾的硬物会抓住皮肤，扯出伤痕，身体任何一部分基本上都是血肉模糊，皮肤全都烂掉，大量失血。然后因为流血很多，供血减低了，
身体自然反应保护脑和心脏，其他所有的器官功能就下降，会感觉很冻、很冷，非常累、虚弱、无力、剧烈疼痛、头痛、神志不清，甚至休克。很多伤口有失血的状况，这个时候应该是要休息，但是耶稣却开始被迫背了很重的十字架，就像刚刚我们所看的这一段戏剧的表现。这位教授说，我们在看到中国历史上也有一种刑罚非常的可怕，叫做凌迟。他说，凌迟是将人以直立状态绑在木架，然后逐少切割犯人身体的皮肉，一片一片把它割下来，最后剩下骨头。但是专家相信十字架的刑罚比凌迟的折磨更厉害。我们可以想象，耶稣承受的是严重到极点的残酷。但是我们主耶稣他肉体受定，苦不堪言。不过，如果这些痛苦却还远不及他心中撕裂的苦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是他自己的同胞在那边叫嚣说钉他十字架，是他自己的门徒早有了预谋，用亲嘴的记号来出卖他。还有他平常很要好的朋友，这个时候因为惧怕，或是看他跟随他的目标不一样，就各寻生路去了。尤其在这个时刻，他所最爱的阿爸父也转身背身过去，留他独自一人。是的，这个时候天地宇宙何等的大，但耶稣独留一人在十字架上。在旁边围观的群众会有这个疑问：耶稣啊，你怎么不想想救救自己呢？你不是说是神吗？你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，你有这个能力啊，那你为什么要待在十字架上？为什么？而且你为什么要留在十字架上？因为那个钉锤的声音，钉子根本无法将神限制在十字架上。人是受到极度的伤害，但是从神来看，他这些事情只要他愿意，他就没有什么可以拦住他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晚上一起来纪念主耶稣的受苦。我们看见这个十架的酷刑，照学者的描述，他说钉十字架是一种恐怖的酷刑，通常在当时那个时代，罗马帝国的时代，只是用于奴隶或是重罪犯，还有叛乱分子，因为为了要发挥巨大的吓阻作用。十字架上而死的死者，他几乎是被剥皮的尸体啊，然后会被挂在十字路口或是在剧场公开展示。最后的下场是什么呢？通常是会被老鸭，或是我们说那个秃鹰那一类的野鸟，或是野兽把它吃掉。它就是不让你拿下来，就是为了让这个受刑者是受到人间最恐怖、
最大、最没有尊严的一个死刑。罗马的法律钉十字架最可怕之处是死者不可以安葬，这个在古代是极大的羞辱。不过我们看到圣经是这样描述的：耶稣的门徒有一位叫亚利马太的约瑟，他请求比拉多特别批准，才让他有这样的恩准，被送到一个从没有埋过死人的一个坟墓、一个洞里面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个受难周的纪念当中，我们一起来省思：如果这个人无罪，他的内心状态是怎么样？我是无辜的，我是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罪状的，没有什么证据的。那耶稣不单是人，他更是上帝，是因为他愿意无辜承受这种刑罚。原因，唯一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对人的爱和宽恕。主耶稣承担了十字架的重刑，是因为他承担了人类的罪债跟过犯。因为爱，因为饶恕，所以把世人所犯的罪、所要承担的罪债、罪过刑罚，他一人承担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向主来祷告说：主啊，你的受苦，其中承担一份是我自己的罪，所以我愿意谦卑承认自己的罪过，并接纳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之爱。耶稣怎么样的苦，怎么样的残酷的一个伤痛，就是在象征我们人的罪所带来的。当你愿意把自己的罪在主面前敞开，让主耶稣的承担也是你的一份的时候，是要带来你罪得赦免，你的重担被卸下来了，你要跟主耶稣一起享受新生命的喜乐，特别是罪被赦免，成为义人，成为神所祝福的。因为唯有透过主耶稣，我们才能领受这样的祝福。愿神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每一位。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敬拜团诗歌一起来唱这一首《使命》。我要
唱一次，这一段再唱一次。歌来。领受差遣与祝福，亲爱的父神，在这2个小时当中，我们跟随主耶稣从进耶路撒冷，直到被钉十字架，我们领受这个过程，也愿意接受主耶稣你的牺牲，成为我们生命的救赎，因为我们要得着新生命，得着主耶稣所洁净的生命。我们要一生走在神恩典的道路。主啊，求你接纳我们这微小的自己，愿意跟随主耶稣走爱的道路、牺牲的道路、服侍的道路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保守、扶持相通，主耶稣牺牲的爱，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，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位，愿意活出主耶稣的样式，跟随主耶稣的道路，一生走在恩典的道路，服侍神，也爱人。愿三位一体的神跟每位弟兄姐妹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先请坐，我们来在音乐当中一起思考，一起思念主耶稣的恩典。搭电梯下。